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最近有一种这个肉酥俗胖，伫直播的拍卖网站是卖甲变变叫，嘛有真侪人是招规团的来做伙买。啊，讲有民众想要食看咧，所以对人买，结果互罚款着5万块。原来是因为这种肉酥俗胖的产地是中国，咱的政府有规定，含有肉类的产品袂当为国外来炸入境。啊，防检署是来呼吁讲，莫阁买咯。看到鲜直播主现吃现配，圆软回弹，肉松富有嚼劲，喜欢吃肉松的可以去尝试一下。口感是讲个小小叫，这是网络团购当时行的中国肉酥，70俗胖。你敢嘛看个流水烂？不过爱说你若是要来吃地方开发，可能因为这些肉制品哈，包括可能是家庭的肉松或者是猪肉肉松，其实它都可能被带病源，好，所以我们在目前在黄土非洲猪瘟的部分呢，有关于肉松的制品都不能带进我们国内。来看团购的商家，规面表道拢是货，就知影偌济货进口台湾，甚至引起防检局的注意，为了防止非洲DJ传出去，袂当买。旅游检疫局讲，为去年16月初5到今年1月10号，调查肉酥70俗胖的违规，到这个件违法，2件已经罚5万，现在搁伫咧行政调查。网络上有提供就是点选卖所谓的肉松吐司的话，其实它这个是会被裁罚，那裁罚罚款还蛮重的哈，就是我目前是裁罚20万。出国一抓，想要甲行李箱钱甲点，不过爱说你回国若违规，地方抓到，旅客过境上接扣抓到违规的肉类商品，第一名就是汉姆烟肠，第二名是肉酥，尤其是来自泰国、澳门的知名肉酥鸡卵壳，同款嘛互没收。特别过年啊，想要炸各香皮、腊肉、腊肠嘛拢排着挺。海关署上会透过照电讲扫描物件敢无违规，即马卖伫咧网络顶掠，加上民众同齐检起，即肉类制作品全部会防强制没收，就是要防止非洲DJ摊味来到台湾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